为伫宜兰安农溪开2亿7千万座的全台湾头一座的人工轻艇的比赛场地，今仔正式启用，嘛是世总运比赛的场地哦。也毋过烦恼讲未来若去拄到风台、土沙这个问题是要安怎办呢？县政府是表示讲，已经有请专业的技术来负责维护。安农溪顶悬水门升起来，水豆豆流入清浅激流赛道内底。宜兰县政府挂在世总运开幕进前，完成全国第一个符合奥运标准的清浅激流赛道。今日举行启用典礼，世总运执行委员会也带选手到场来测试。但是它的一个水的来源是从我们的这个南洋发电厂下来的，所以它不像一般的我们一般的河川它可能会有洪水泛滥的问题。强调安农溪虽是天然河道，煞是人工河。在赛道起的时阵，原本规划设伫主河道顶悬，环团烦恼会破坏河川生态，最后该设伫主河道道边，佮塑胶量体。按过赛道完工了后，后续安怎维护管理是一个难题。第一个，你不知道，就是说今天豪大雨或者是大台风的时候怎么样。第二个，它主要就是砂石，就是里面的土沙从主河道过来到闸门这边的时候，那土沙会不会去塞住啊？因为赛道是伫河川行水区，水门是伫主河道顶悬，管理单位勘察水利署甲县政府，就连三清乡公所拢捌传出想要围管。环团表示，若拄着风台大水或者洪灾，要清楚倒一个单位一起做防灾警备，甲做好后续清理工作都真重要。我们会委由专业的技师来做机电的操作，还有设备的维护等等的工作。这赛道长差不多400公尺，开差不多2亿7千万。县政府表示会负起赛道维管责任，佮委由专业的技术来做机电操作、设备维护，甲后续的清洁维护。公视新闻宜兰报道。